伫咧前几日啊，国家图书馆收到已经过身的奥地利汉学家罗蒂德所收藏6000多本的册，其中超过100年以上的大约有150种。国家图书馆表示讲，今年底就完成编目，到时阵民众就当来到图书馆看册啊。一页搁一页，拢是法语翻译，内容是中国元朝杂剧。著诗歌词的对话甲唱词，描写春秋时代晋国大夫赵盾去互奸人陷害灭族了后，伊的后生大汉替全家报仇的故事。这是1834年法国汉学家儒连翻译的作品，即马就收藏伫咧咱的国家图书馆。我想，罗兹德教授就是马库斯教授，他也很希望父亲珍藏的这些汉学的资料，可以典藏在很重要的图书馆里面。几本册有这个中华民国驻德国大使馆的这个藏书印，也有陈德华先生伊写讲伊1938年捌伫德国柏林遮买中国的这个经济史的这个册。还有这本德国地理学家 Richard Andre 画出中国乌龙江的景致，甲伫咧水头的蒙古山水。参美国传教士 William 伫咧19世纪记录伊眼中的元清帝国，即北中国的天干地支图上界啥人捌？在欧洲来讲，在汉学研究领域是越来越重要。还有就是说，台湾在用这些汉学做文化交流的时候，不带任何政治色彩，我们就是文化，就是归于文化。已经过身的奥地利汉学家罗蒂德先生，继续送予咱6000多本的收藏。这过程其实经过国家图书馆甲辅仁大学做伙参加速沟通。国家图书馆打算年底就会开放予民众伫咧馆内阅读。记者闵金玲、许凯台北报道。